地少足球世界今日繼續咧世冠盃啊，咁啊嚟到咧就第二個比賽日嘅最後一 round 噶啦，咁啊就皇家馬德里咧將會出戰咧帕尤卡，即係帕丘卡啦，就嚟自墨西哥嘅球隊。咁兩隊咧就皇馬第一輪咧就對住希拉爾啦，或者叫艾希拉啦，打得唔錯啦，叫做第一場，因為真係沙比阿朗素咧第一場接手之後嘅比賽。咁皇馬咧即係近期當然啦，啲出兵停賽問題咧都仲有麥巴比啦。係腸胃炎，呢場都唔使旨意有一踢㗎啦。咁但係其實又係咪咁差呢個陣容同埋踢出嚟？咁我諗相信咧，沙比阿朗素而家就慢慢試緊人啦，或者摸熟皇馬隊波啦。咁TAA 啦，阿洛咧就打正選啦，個功能擺位究竟係點咧？我諗仲摸索緊嘅。咁自己前線咧當然唔需要擔心嘅，冇咗麥巴比，跟住有雲尼斯奧斯洛迪高咁樣。咁而且咧古拿，我相信今場波咧有機會上陣㗎。咁對手唔強嘅，咁今場波咧帕丘卡咧，呢隊波咧其實就係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冠軍杯嘅得主嘅。咁但係咧佢哋陣中咧都係要靠老將朗當35歲呢個委內瑞拉前鋒咧老牌國腳咧就係孭飛，另一個咧就係巴西嘅約翰金乃迪啊，所以咧就真係相對疲弱。上一 round 咧對住薩斯堡紅牛咧，表面上多攻勢，但係啲波咧真係麻麻地，即係嗰啲把握能力或者組織能力即係所以今場波咧究竟皇馬可唔可以即係贏波或者各方面咧去到評論區或者我嘅 profile 咧就會可以揾到端倪㗎啦。咁記住繼續撐我肥蘇足球世界同埋我肥蘇知唔知啊？